国中、高中生的公民照片的背后说分享，发表分享心得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不是后学要分享心得，那是后学要准备宣布一些事情。那我们先把我们身上的礼金、名牌的名牌那一条线，还有领带夹，还有我们的资料夹，还有圆珠笔，我们准备一下。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，后学在这边。要谢谢所有的伙伴们。